台上正襟危坐的，然后就是可能是帮歌舞伎的伴奏啦，或者是那个净琉璃的伴奏。可是他们这个金青三味线是在日本的北方，在北海道下面的青森县盛产苹果的地方，在所发展出来的这个金青三味线。那金青三味线跟一般的三味线哪里不一样呢？他们的声音第一个非常的大声。那等一下呢，大家可以听听看，它声音非常非常大声。那它的以前的这个发展背景，因为它是一个起时的音乐，跟我们台湾的乐琴很像，它就是是盲眼的人，然后挨家挨户的，然后去做表演，然后就是赚取钱来就是得以温饱这样子的。那慢慢的演变，它就变得眼睛看得到人，而且发展出非常很多非常就是演奏非常专精的演奏家。像大家可能最熟知的可能是吉田兄弟。可能今天中可能有人听过，他们已经加了现在的流行乐啦，或者是爵士乐啦，全部加在一起，摇滚非常的热闹。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金青三味线这个最原点是有民谣的乐器开始的，对。然后那他们今天要演奏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今天要演奏什么，我现在就要问一下。他们要演奏的是一首合奏曲，然后是有6段的变奏，一个主题，然后6段的变奏，然后那就是来呈现，希望大家能够听到金青那个北方那种很严寒的天气里，然后所发展出的音乐，希望大家可以听到金青的人文，谢谢。Hey!